日本时代嘉义城隍庙捌有生理人寄付，伫庙埕起一座戏台，后来因为空间不足，庙方甲戏台拆掉。当初寄付的后代也甲一寡珍贵的建材砸断去，重新起一间厝来住。这间厝今年已经定了做历史建筑啊。老厝的婴仔一支一支扛起来检查，需要换的婴仔嘛要用木工甲榫头做出来。这间厝的前身是一座日本时代起的戏台，内底有漳州甲日本文化的建筑元素。嘉义市政府特别邀请专业的甲座师傅套队修整。漳州的那个龙鱼，这个很少啦，台湾大概不到10只，这个是很少看到的。这间厝头先是一座戏台，是厝主的时代寄付予嘉义城隍庙。后来庙方因为庙埕空间无够要拆掉，厝主想要保留时代的诚心，佮把这个戏台建材买回来，改做厝来住。中日战争啊，这个嘉义会有很大的轰炸，住在市区也是很危险啊，所以以前这边是郊区啊，所以才会怎样搬来这里住啊，搬来这里住，你一定要隔层房间才能住啊。因为当初这些建材有的是为中国运过来，而且后来起价紧的时阵，佮增加日本的风格。算起来，这间厝有真特别的历史。负责修整的师傅讲，用戏台改做厝来住，这可能是台湾唯一的一间。伊重点有4个串角出来哦，是用行路甘坐伫欣赏咱咧搬戏时阵的特色啦。啊，所以较别种，甲一般咱的闽南式建筑会较，毋是属于咱要大迄款式，另外一种设计吼，的风格不一样，蛮有看头的。师傅表示，目前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处理一寡婴仔歹去的问题，强化整体结构。厝主的孙嘛指出，等未来修整好势，嘛愿意提供出来，正做社区文化教育场所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